这礼拜六就要进行四大公投案的投票啊，这甲民众党有绝对关系，鼓励民众党爱赶紧出来投票。其中这核四厂停放这个案，拄好是当着台湾要进行能源转型的时期。究竟是使用倒一种能源，这其中是有好也有歹，咱也做伙来看正反方因的主张。孔仔寮无法度接受这种遮尔大的核能灾变，整个台湾拢无法度接受。核废料一辈子都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，可是空污跟废腺癌是每一天都在屠杀我们的家人。最远看到的那个是2号机，那再过去是1号机。吴文通就住伫孔仔寮的仁和宫附近，鱼市厂区甲仁和宫敢若隔一道壁，发电机组甲反应炉就伫1.5公里外尔。吴文通讲，原地大部分居民唔知土地为何互政府征收，802年尾期开始有团团甲学者来，因才知影核事，落尾嘛为核电厂周边居民的口中知影核电厂的影响。恁渔民伫海上拢会飞机拢会对讲讲，啊，恁千万唔通互孔仔寮过起核电厂，阮遮的渔业，阮遮的海菜，啥物完全拢受到损害。孔仔寮居民发觉核能电厂对家己的影响，嘛开始了解核能有辐射安全的问题。不过，中科核事提案人黄树修认为，核能安全经过把关是有保障的。相关的试运转测试跟安检的再验证呢，我们都会进行，而且我们要求要请国内外的专家共同来检视。黄树修为2018年以核用力公投，就希望把核电占比提悬到20%。取代烧土团发电来改善空气污染。伊肯定发电再生能源，但是认为再生能源无够稳定，价小较贵。但是公投通过，伊希望核电为即马占整体8%左右，渐渐来提悬。再生能源，可能100个单位的装置，可能只能发出30%的这个发电量，因为它的效率转换的问题。那核能跟火力呢，它可以高达90%以上。在英美法，其实他们也都是核电战车支撑电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占比，终结核四，最后一战。但是中科核事公投无过，而且核能占比嘛降低，台湾港府找到适当够充足的再生能源。咱需要一块时间，让台湾来找到较适合的再生能源。啊，这个时间先用天然气来换掉咱烧煤炭这件代志吼，换愈多愈好。其实就减碳减少咱的空气污染嘛。大量提升再生能源占比是环保团体的目标甲愿望，唔那是为着环境，嘛是为着符合 RE100%使用再生能源等等企业经济考量。因也了解，伫过渡期间甚至未来，台湾用电习惯嘛是重要的议题。但是用电生产率比过去规划更较悬，就算达成原地设定的能源目标，也是可能有电力不够的问题。咱的用电成长率本来东是评估讲差不多1.5%左右啦。2021年咱上看可能2.5%到3%节能那是讲甚至这种电费的这个合理化的调整，而不是一直去想办法开发新电力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空间跟土地可以使用。目前有再生能源2025年提升到20%的目标，不过到今年为止，再生能源占整体发电量差不多5%。再生能源因为发电装置地点选择问题等等进度有较慢。除了这以外，再生能源的供电稳定度嘛受到大众质疑，再加上小连线影响到电费等等，嘛是大家关注的问题。发电核能的部分，核废料虽然会使封存隔离，但是要放倒是真受到争议。继续起新的核能机组，是不是会造成更较侪电源空间？也有核能若是真正发生意外灾害，国土无大的台湾，敢有多承受，拢是备受争议的问题。记者郭文良随新北、台北采访报道。